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啊，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也是震动。就用感谢建立伊献殿的门，就用上赞建立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线到万代。这是请咱做伙因时来学罗上帝。圣诗第241首，圣诗第241首，恁着感谢主至大，请咱起立来因传授。上帝圣所的门，伊人掩盖入去。
家请坐。这是咱同心阿道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礼拜。感谢主你的供应，让我们在生活中恩典够用，不致缺乏。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大小事上都可以来仰望你，依靠你。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时为了地上的事忙碌，而忘了与主你亲近。以上这些都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祷告，求圣灵帮助敞开我们的心门，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得着智慧，领受林牧师所带来的你想跟我们的分享的话语。接着，我们为着世界的平安祷告。除了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了，以色列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也仍持续着，祈求和平和平安能临到全世界。我们也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台美贸易关税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求主智慧给领导者及上位者，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天气变化大，即将进入秋天，也求主保守会友们身体都健康，特别是给长辈和小孩足够的免疫力。身体正在受病痛所苦的会友，也恳求主来医治。我们也为着教会的会友来提名祷告。求主保守教会的会友们，如果他们正在受病痛所苦，或是说生活上有许多不如意，或是说不顺心的事情，特别为杨志宏长老、黄永新弟兄、吕春梅姐妹、林素娥姐妹、林淑任姐妹、朱林夏姐妹，求主保守以上会友们，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难题和功课，都求主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来面对走过难关和低谷。最后，我们为着教会的事工，像是西走爱无限，还有建堂来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一步步带领我们，特别是给最辛苦的建堂小组还有建筑师团队足够的智慧体力，然后也让会友在建堂的过程中可以更团结、更合一。由求主带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去面对其中遇到的一切难题。这是咱们用主你教示阮的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必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就是罗马书第8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关系遐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着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也未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伊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故上帝有伊，互伊对死人中国活。
当坐伫上帝正平底替咱祈求，使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散赤，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叫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自罗马书第8章第28节。我来答意的。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会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人，拢有利益。来读国语版的。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选召的人。这是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因时来学乐上帝。因所为因的诗歌是仰望耶和华。
愿一切水的歌声，诚济芳芳的济，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见到伊本堂的林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使不美好变为美好”。将时间交予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咱真感谢社青团契带领咱透过仰望耶和华这条诗歌，互咱会通搁一摆来去了解到，咱只有伫咧患难中，才会通来生出忍耐；伫忍耐中间来生出老练；伫老练的中间，互咱有对主来满满的愿望。伫咱所面对咱生命内面的逐样的光景的时阵，咱毋是倚靠咱家己，咱是倚靠咱的主，伊要带领咱来安尼行过咱的人生内面最这个风景。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也拄好咧提醒咱。咱的人生会通亲像一幅图共款，有当时咱有真明亮的即个色彩，也嘛有真阴暗的即个笔触，亲像咱即马伫咧荧幕面顶的即幅图共款，这是咱的人生的一个写照。咱有欢乐的高山，但是嘛有痛苦的低谷。咱时常会问咱讲，尤其咱诚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咱时常会向上帝来问一件代志，是安怎好人哪会拄着歹代志？佮是安怎歹代志会去临到疼上帝的人？进前牧师伫前几礼拜嘛捌分享过即个无甲有的即个恩典。嘛要照着即个上帝国经济学的即个奥秘来即个主题来分享着即个安尼气煞甲得着的即个恩典。咱今仔日也要甲大家人同齐过来分享一个会通讲改变咱人生的即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就是叫做好甲歹的即个恩典，互咱来明白咱的主，伊是一个迄个使不好变为美好的上帝。咱伫咧讲即件代志时，毋是讲爱咱去逃避迄个现实，咱是咱要搁一摆用着上帝的眼光来重新来看待咱生命内面咱所拄着一切的遮个造物。伫上帝的手中，无有真正迄个歹的代志。在上帝的手中没有真正的坏事，只有化妆的祝福；没有无意义的苦难，只有通往荣耀的道路。好，咱会通搁一摆来照着咱今仔日所要分享即个好甲歹的即个恩典的即个真理，互咱会通搁一摆来透过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来明白咱天父的即个属性。就是伊是怎样，互一个无好的代志变成做美好的上帝。所以咱大声要来讲的是安尼今仔经文内底讲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安尼，即个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奥秘是甚物货？所以咱头先咱需要去想的是安尼，什物货是叫做万事？什物货是叫做万行事？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即个万事伫咧希腊文叫做 penta， 意思就是所有的代志，无任何的例外。伫咧即个咱罗马书第8章28节，即个万行事内面包括什物货？伊有包括着咱的健康成功，咱的平安甲快乐。若歹的代志咧，包括亲像咱所拄着的安尼病痛，咱所拄着的失败、困难，甲着痛苦。若是迄个无好嘛无歹，就是咱日常生活中的遮个点点滴滴。
使徒保罗伊讲万项事，毋是好的代志，也毋是迄个大部分的代志，乃是所有的代志。哦，包括遐个互咱痛苦，互咱感觉安尼真感觉困扰啊，甚至啊，咱所拄着的代志，互咱感觉真愤怒的遮个代志。所以，咱来了解讲，伫咧咱今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讲啊，迄个万项事哦，互相运作，是包括着遮个好事、歹事，伫咱的生命内面一直不断伫遐咧运行。所以咱爱去了解安尼，迄个互相效力的迄款安尼的迄个互相运作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智慧，就较亲像讲，咱一个真安尼真巧、真牛的即个安尼投资师傅，伊有法度安尼将迄个看起来那亲像无真适配的遮个食材安尼。不管是迄个酸的柠檬，也是苦的苦瓜，也是迄个咸的遮个咸姜啊，伊用将遮个来甲伊调配成做一个真美安尼真美好真美味的佳肴。同款，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当时咱所看起来，那亲像真矛盾的遮个经历，伊会将遮个真矛盾的经历要来编织。成做一个真美丽的人生的乐章，就较亲像牧师伫进前捌去讲过的迄个马赛克图腾，遮个迄个意象。伫传道书内面讲上帝安尼做万项有，伊互伊所做的一切合因的事啊，讲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伫即个所在，即个说各按其时。伫遐安尼甲咱讲的是上帝有伊的时间表，每一件代志拢伫咧拢有伊的迄个规则，就较亲像咱今仔日咱伫咧农民历是叫做啥物会？敢知影？白露，今仔咱的地长老咱每一届拢照时甲咱讲，今仔日拄好白露。也就是讲，渐渐咱会感觉咱的天气咱会感觉讲，即个气候开始安尼凉爽起来甚至有当时咱爱搁套一个外衫，无咱有可能去感着。所以每一件代志拢有伊的规则。有当时咱现在看起来是无好的，但是伫上帝伊的时间点会变成做迄个美好在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会变成美好，安尼咱需要去了解的是，安尼头拄咱伫咧经文内面去讲到迄个，安尼什么得益处的迄个条件到底是啥物货？咱今仔日咱同齐咱来搁一届来看今仔日经文内面去讲到，伊讲迄个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个毋是咧，伊毋是讲迄个。不管是好代志也好，还是歹代志也好，是对每一个人拢有利益的。上帝毋是安尼讲，乃是对伫遐个讲叫做爱上帝的人，是听上帝的人，是干那对伫迄个听上帝的人，遐个不管是好事歹事，上帝拢会互万项事成做对伊遮个百姓，遐个听上帝的人是有利益的。上帝会通互遮个万项事拢成做有利益，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期待咱的性命，我们生命的复兴是盖在伫咱每一次的选择咱到底是要选择爱上帝，遵行他的命令，上帝就伫迄中间来互遮个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较亲像咱伫咧咱安尼。伫咱圣经内面不管是伫咧旧约还是新约，伫咧旧约内面，亲像约瑟，伊被卖到伫即个埃及做奴隶，看起来那亲像是歹代志，但是伊却是会通拯救伊全家族的一个好事。就较亲像但以理，伊受掠去到伫巴比伦，这看起来
伫人的人生的中间，这是一件歹事。咱无人期待互掠去做奴隶，嘛无人掠去互袂去远远离开咱的原底咱真习惯的迄个咱的即个家乡。但是但以理伊将迄个歹事，但是伊无看做是歹事。罗马手伊伫迄个中间游玩，继续经验上帝。伊伫遐等到上帝时间到的时阵，伊就成做巴比伦的即个宰相，甚至见证上帝，互巴比伦王伫遐来讲，但以理伊所信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的好事。保罗伊去用掠去到伫即个安尼罗马的所在，伫遐甚至罗马手伊死伫咧罗马，看起来是歹事，但是伊却是伫咧即个安尼被掠安尼去到伫即个罗马的即个规个迄个过程内面，却是成就了侪的即个好事。上帝伫遐使用伊，罗马手伊甚至也伫咧安尼写侪关的即个批信。诚做即个监狱书信，佮伊所写的即个会通利益伫正教会骗团伫罗马的即个好事。所以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什么是歹事，什么是好事？咱可能需要重新搁一摆来定义。咱就兄弟，咱的性命迄个最高的目标是啥物货？是第一个是咱。爱通好来安尼效法耶稣的模范，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罗马书内面讲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上帝允准这个万行事、这个好事、这个歹事来进入伫咱的性命的这个一个真。要紧、真终极的目的，是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的，是要爱护咱的性命，要我们的生命怎样效法耶稣的榜样。这是比安尼迄个比健康、比财富以及咱安尼人的性命是毋是会成功一个更较悬的迄个目标。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重新即个定义即个即个好甲歹，咱需要重新来定义即个好事甲歹事。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什么叫做好事，什么叫做歹事。好事就是会通互咱搁较亲像主耶稣的代志，互咱伫咱生命内面咱所经历到的，伊要帮助咱，会通互咱哪来哪亲像，互咱会通效法，会通来学习。会通亲像主耶稣的迄款安尼的模范，伊安尼的迄个模样，迄就是真正的好事。安尼什么是歹事咧？就是伊会互咱来离开上帝，互咱更较自高，来咱的自我中心的这个代志。所以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如果若有一项代志，伊会互咱伫遐，咱感觉讲我安尼，甚至牧师咧讲道了，有人伫遐讲牧师你今日讲道足好诶，牧师开始买水怎翘起来，安尼即件是好事啊歹事？伫迄中间，人若开始伫遐自高，伫遐感觉讲迄个安尼无将阳光归予咱的主的时阵，安尼这是一件歹事。所以咱需要对咱的天父。咱的主耶稣的迄个视角，搁一摆来重新看咱所拄到的每一项代志。圣经甲咱讲，咱安尼，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咱若用到迄个真永恒的迄个眼光来去看待咱的一生的时阵，咱的迄个规个咱的价值观会无共款。会完全来改变，咱所拄到这小可的艰苦，对咱伫迄个规个迄个上帝要赏赐咱迄个永恒的迄款咱的阳光，就无通来相比。
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咱对主耶稣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咱今生的这个苦难，会通讲是短暂的，是会通讲是轻的，但是对伫迄个荣耀、永恒的荣耀的时阵，却是一个极重无比的迄个重量。这是一个短暂甲永恒的对比。咱现今咱今生的这个咱伫遐享乐，但是这个享乐确实是转眼成空。牧师伫咧顶礼拜有讲起到，咱拿来食冰淇淋，刚开始的时候有那种很满足，哇，有这种愉悦感。可是迄个冰淇淋吃完了，吞下去了，再过来呢，就没了，转眼成空。但是迄个永恒的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迄款的奖赏，是直到是存到永远的，是迄种好的无比的。就较亲像咱安尼这个学生时代，咱为着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伫遐真打拼，伫遐来努力，甚至挑灯夜战伫遐来苦读。但是安怎咱要伫迄个中间挑灯夜战？是为着要迄个未来有一个水的目标伫迄个中间。这个苦，当迄个目标达成的时阵，